我们这次新购的10台消防车辆啊，第一个是它们都是双舱式的，双舱式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消防人员出勤的部分，它可以以离我们至少2-3个人以上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出勤，不会像以前就是单舱的，它人数会受到限制。再来的它会搭配我们很多的安全系统，像我们的行车辅助的视野的辅助系统，跟一些盲区的侦测系统。那我们已经加速汰换本市的各类型的消防车，那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消防车会汰换。我们希望这些新式的消防车投入以后，对台南市的公共安全、市民的财产、生命的保障更有发挥强大的效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总共有7台这个水箱车，2台小型的水箱车，以及1台大型的水库车，这些都将直接投入我们各个大队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生命安全的责任。那尤其大家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些水箱车、水库车都可以马上形成即战力。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也会同步的加强，不管包括新形态的各式的，包括锂电池的这种火灾，也包括其他的无人器材，包括履带车、履带水炮车、水务车的这些操作，都会让消防弟兄姐妹更加精进。那另外呢，这样无人操作的这个游泳圈或者是无人操作的这个无人艇。这个部分呢也会加强，因为夏天水上活动增加，那为了避免一些溺水事件，这些都会一步一步的在软体跟硬体方面努力精进，也希望在我们国人的在台南市的救灾抢险部分能够增添新力生力军。台南主分市8月15举办中原普渡法会，伫庙的四周围摆满了圣像的普渡供品。庙方伫下晡嘛举办团拜仪式，主委杨木全、立委陈廷辉、北区区长潘宝树、议员陈怡晶、总干事李小凤等庙内干部以及信徒一同虔诚参拜来祈福。有评信书本是伫路主任规划，本乡会主委杨木全，因为主义王继孝。副主委王天、柯宗营、陈水忠、叶传实，原副主委赵崇泰、郭新流，总干事李小豪。主是举办这中原普渡普渡众生啦菩萨的慈悲当传扬到咱全台湾咱北区所有的民众伫遮阮主是咱也有贡献到百米贡献这给食味好啦一年一度，咱逐档都有做，咱希望讲每一年会当比做每一年更较好，会当普渡遮所有咱的继续好共款，大家平安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咱主分市尤其是咱的杨主委甲咱的所有干部啦每年拢会伫咧7月的迄个普渡甲咱遮的迄个白米啦甲咱的普渡品来送互咱就近5里啦拢总464户继续入户啦互因会当伫咧7月时嘛有一份的关怀，而且再一次甲咱主任市来感谢咱每年拢会当做这份的温暖。咱感谢着咱的主委，咱杨木全杨主委，甲着咱钟委员大家伫利用着咱普渡的这个机会集合众人的物资嘛要来协助发放互咱附近的遮的需要帮衬的遮的弱势民众互因会当共款收着普渡公的到保庇，后来咱主任市内务准神的斗3工，有大家一切顺遂，将咱这个普渡的遮的画室会当画互大家，会当变成是一个大家安尼非常安乐和谐的一个所在啦所以非常感谢着咱主任市每一档拢做着遮的协助。主分市管委会、佛祖复兴会、顾问团以及信徒也拢一同发声占卜，以观音佛祖、文殊菩萨慈悲为怀、济世万民的心，为发扬其精神，特别准备了白米1500公斤、生活物资等等，要来捐赠予境内大兴里、大公里、小北里、正甲里、
北门里的加受理户，总共454人受惠。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来临，台南市南大科技大厦校友会透过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丽珍、周丽珍的牵线，来到南区皇家庇护中心举办公益爱心的参访活动，总共340位成员，伫理事长林英辉的带领，包游览车实地来参访，透过庇护中心主任的介绍。并且参观喜鹊儿烘焙坊的实地制作。理事长除了对着皇家庇护中心的环境肯定，当场捐赠3万块的现金，同时嘛将采买大量的中秋礼盒作为伴手礼。之前呢，有经过我们宜珍议员的推荐，那我们也知道洪家启能庇护中心呢是一个照顾一个身心障碍人员非常用心一个地方那经过我们实地的先前来做这边做一个勘察以后，发现这里的环境的小朋友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很适合我们这一次我们台南市南台校友会所要去举办的一个结合公益的一个参访的行程呢。因此呢，我们就呢集合资源呢，把我们的当场的今天的伴手礼的采购，以及呢对于我们即将来举行的中秋晚会的晚宴的礼品的采购以及我们校友会的一个基金的款项的一个现金的捐赠都来这边做一个公益的一个回馈，希望能够在整个校友会呢也能够有一个回馈社会协助整个公益团体能够照顾弱势儿童以及成人的一个地方，企业的参访爱心的捐赠那我想除了其实这个采购伴手礼非常实在的让他们所做的这个成品可以分享到大家手上以外，还特别有这个现金捐赠3万元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校友会的善心，那也希望是抛砖引玉把这个爱继续散播下去所以特别再次感谢我们的南台科技大学台南市校友会林永辉理事长还有所有的团队，也希望在这个爱能够一直传播下去，那大家也可以多多采购我们这个洪家启能庇护中心他们所制作的这个伴手礼，让他们的产品都能够分送到大家的手上。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洪家启能庇护中心，对民国80年成立，提供专业的养护、日间托育、甲技艺训练等服务。目前收容的人数大约160位，总计收入户大约占8成以上。上午的公益爱心参访活动，现场还佫设入喜鹊儿烘焙坊的单位，吸引不少校友会成员当场来采买甲预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票选做台湾10大灯会之一的普济灯会再度迈出国门，走着400趴高灯，原汁原味来到日本仙台市展出。地点是311大地堂的同在区。ランタンがついてから6時に点灯するんですけど、本来ここって泊まってはいけない地域なので、なかなか夜になると人が来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る意味施設として課題だったんですね。でも今はランタンのおかげでたくさん人が来て、やっぱ一回が違うっていうのにみんな驚かれて楽しんでいかれています。一拍一拍的高灯，象征着热情，嘛带来希望甲祝福。延续台南甲仙台之间的情谊，每伫灾后共同渡过难关。来仙台伫咧平安啦。今日は仙台に来て。有熟悉的台语含日本话，此次台湾节受到不少日本人的喜爱。台南市文化局特别准备布袋戏表演，唔但有活动操作戏红仔，嘛演出一出以着仙台市为主题的布袋戏剧情，象征着说咱仙台甲台南嘛，这种艺术啦、姐妹啊、咱兄弟啊，共款会当共同共心来替这个311地震后的这个重建呢尽一份心力。普济灯会其实就是长自在地，而且是在地人参与的。其实所有的人他才有真正的参与感，那也才会让这一个活动，或者说甚至我们觉得它已经变成一种行动。那期待它以后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运动？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能
这个活动不是只有一次性的，然后他们希望是说，可以长期交流，然后他们当地的这个团队也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再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普济文史协会一直依照当代手法进行在地传统文化，这摆嘛炸着200趴菜花糕仔丁，予当地民众体验。未来康现代之间嘛会密切交流。今年是台南400文化局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实践斗阵台南世界交杯精神。台南新闻综合报道。现在社会因为不良的饮食加生活习惯，造成肥胖、糖尿病、加高血压等健康的问题哪来哪济。这些族群唔定面对体重的困扰，同时佫可能遭受到脂肪肝潜在的威胁。虽然脂肪肝初期并无明显的症状，但如果进展到肝纤维化，就要量早来诊断甲治疗。因为这个的话，它不是一个侵入性的治疗，大家可以很明确知道它脂肪肝的程度。那另外的话，脂肪肝前面也有提到，可能会有一些肝纤维化的问题。那所以它可以同时知道这个脂肪肝有没有合并这个肝纤维化，那我们就可以及早去介入一个治疗。目前的话，因为脂肪肝它的用药还没有上市，那主要还是以这个减重为主。那脂肪肝它的特性是在肝纤维化的部分，只要透过减重，它可以逆转回去它正常的肝脏。那减重的话呢，如果是以肥胖的病人来讲的话，需要减重到10%的体重。那如果是一些正常体重啦，或是瘦子的话，减重的话会抓在5%左右。基比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王品仪表示，因为过去透过腹部超音波，只能够看到肝中白白有油，但无法度确定脂肪肝或者是纤维化的程度。现在有了肝中纤维扫描的仪器，唔免透过切片，是非侵入性的检查，就用来帮助肝病来做早期的诊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一张张的校园老照片，还有历届的校服，建校100年的佳琪高中有着什么样的历史？社会科的探究与实作课程，师生挖掘出校园的不同样貌，有关于厕所大楼的异想绘本，以及探索升学路径的互动式桌游。佳琪分成舞蹈班、职科还有普通科，然后我们也把一些佳琪的趣事融进去故事里面，像是我们之前开始招收男生的时候，是把男生全部集中在同一班去进行编班。我们现在站的这一栋，在以前都是厕所大楼，就整栋都是厕所，很有趣。可是，在我们来之后就已经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都拆掉了，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他们的像是外貌或者是里面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正逢100年校庆嘛，所以跟往年不一样，他们以前可能对学校是好像既熟悉又陌生的，等于透过这次的展览的策展呢，他去重新的找到这些资料。有些同学还去访谈了，比如说很老的学姐啊，让他们学姐去讲这些故事。展览分成历史、地理、公民3个科目，呈现佳琪跨世纪的多元发展历史。从日治时期的学生来源分析，到女子实业补习学校设置的时空背景，还有刻着台南价值的课桌。那这些历史的脉络都是在我们这一次的探究与实作课程当中，同学们一步一步的去找到这个历史的轨迹。那同时呢，他们也分成了37组，共同的来呈现有关佳琪的一些历史。我看到学弟妹们这么棒的表现，让我走进来，好像回到了一个时光走廊的概念，就是我们怀念起我们那时候的榕树，然后怀念起我们的操场四周围的阶梯，那整体跟它的主轴印象都非常的棒。从1924年的台南商业补习学校附设1年女子专修科开始，逐步蜕变成现今多元的风貌。在100年后，师生用光阴故事诉说着佳琪高中的流变，勾起许多佳琪人的回忆。
即将收怀谈的报道。到饺子店用餐，享用美味的饺子过后，一般都认为应该要来碗汤作为一餐的结尾，但这间店不一样，竟然是提供给民众免费的豆花，意外引来许多客人的好评。我们最主要就是水饺，最主要是水饺馆嘛，随时水饺，然后水饺、牛肉面，水饺跟牛肉面一直都是搭配在一起的嘛。豆花我们是做了20几年了，然后我们原来是用批发的。但是后来我们接了这个店，是顶前面的顶店下来的，然后顶了之后就马上疫情，就是慢慢的可以解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客人也没有很多，然后大家很辛苦，所以我们会做豆花请客人吃，就是让客人吃，因为大家很辛苦，疫情嘛，然后就客人的反应很好，都喜欢，然后后来我们都就这样子，就一直的就没有断过。就看到客人那个期待着豆花的那个感觉很好。这间店主打饺子面食馆，无论是鲜虾水饺或者是牛肉面，都物超所值，美味满分。然而，许多人在吃完过后，仍然不忘这间店的另一个主角，也就是豆花。就是冲着豆花过来的，因为豆花确实我们也自己都觉得很好吃。很多客人有时候他们吃完之后，他们的餐点就没吃了。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然后不是，是因为豆花吃太饱了。我说好啊，尽量吃。吃2碗了，就我一开始想说，看到有豆花，然后盛一碗吃吃看，觉得还不错。它那个糖水也 OK， 超赞，就是有那个炒过的感觉，对。然后这样，然后吃完面之后，还再吃1碗好了。对，觉得很好吃，然后它的口味就是有一个焦香味，对，然后那个豆花的口感很绵密。对，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拿出来单卖也是可以的，可以算是被面店耽误的豆花店这样。我如果自己有想要做个副业，可能可以考虑来跟老板娘，就是跟他批发一些豆花，然后可能自己去开一个小店，到夜市里头摆摊来卖这样子，应该是会赚钱的。对，还蛮好吃的。豆花不仅吸引许多在地人，也让许多路过闻香而来的人感到相当惊奇，也难怪会被称为被饺子耽误的豆花店。但民众在吃豆花时，仍然要记得适量，以免浪费店家的爱心。记者朱金伟、周福清高雄报道。万兴国小口琴队在可爱的树蛙、石虎伴舞下吹奏快乐天堂。今年是台北建成140周年，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110年元庆，以及台北捷运公司30周年。文化局与动物园及捷运公司携手合作，在捷运文湖线上打造可爱的台北104动物百事捷运车厢，以穿山甲、石虎及台湾黑熊等明星动物为元素，结合建成140周年主视觉，让民众拍好拍满。我们活动其实从今年的5月北门登北门开始，一直到现在，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活动非常多。像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就是把建成140年跟动物园110年结合起来，再加上捷运30年，所以110加30等于140，但是它代表了3个很有意义的，比如台北建成140，然后动物园110，从日治一直跨到现在，然后再到最近30年台北的交通建设的捷运，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3个数字密码代表了台北的历史的悠久，以及跨越不同的时代，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最能够骄傲世人的一个交通基础建设，我想这都很有意义的。我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说跟着蒋万安市长还有2位副市长，那都希望台北能够更安全，然后能够更有宏观的视野，然后在都更的这个搭配之下，在一方面保存既有的传统跟文化，然后走出一个台北的特色。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一定很想的。所以在今年建成140的时候，我刚才有特别强调，从北门的登北门开始，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台北是有历史的。台北的历史是至少跨越140年建成开始，事实上它还不止140年，对。但是从建成开始，这140年走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个在这边居住的人的努力和创新，然后加上文化局对于文字的保存，还有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朝台北的国际音乐节的推动，都希望能够让台北能够更适合人居，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很美好，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台北我骄傲。每个礼拜六的夜间开放，一直到8月底。那欢迎大家，因为现在随着气候的改变，的确白天都爆热，但是或许下午4点钟以后，尤其礼拜六，可以来动物园体会，因为除了视觉的飨宴，入夜以后其实还可以静下心来听动物的声音啊，闻动物的味道。那这都不是你平常可以想象的。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营队活动。那当然，营队活动据我的了解，其实是现在今天之前已经开放报名的，大概通常都是秒杀了。那也要请各位粉丝们就密切注意动物园的各项的活动。那当然，暑假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动物园，天气热就要更细腻的规划行程。那知道那个室内场馆在哪里，可以喘口气。同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饮水要带足。台北140周年纪念日。台北市观光传播局还拍摄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录片，以影像和照片呈现100年来台北的惊人蜕变。由清代的北门出发，走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台北大巨蛋，并利用日语和中文报道声音、早期流行音乐和动物园搬家主题曲等，让音乐与视觉相互衬托主题。民国38年，台湾光复后的中华路上一直人潮汹涌，好不热闹。第一批的车队已经抵达木栅新动物园门前了。另外，捷运公司特别推出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念悠游卡礼盒，并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你看，从北门140年建成，后来出现的我们台北生活的100事，我们今年这140年对生活的100事，再看到出现的我们在不管各种年龄、各种阶层、各种种族，我们各种族群，我们不同的脸孔，就是这样子来构建出一个我们最爱的台北。刚刚说的，我们最爱的台北。所以呢，在今天要代表台北市政府在建成140年的时候，感谢所有现在台北市里面我们平常所有的我们台北市民对这个城市的喜爱，跟对我们很多的指导。这个历史，各方的文化，就酝酿了我们台北市的美，以及我们多元文化在我们这边的生根，跟在我们这边的蓬勃。所以其实文化局主导这次的建成140年，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祝生日快乐之外，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有多爱我们自己的城市。欢度建成140周年，除了文化局以音乐、电影、时装、古迹、漫画等5大主轴办理系列活动，也集结北市府各局处精彩活动，欢迎民众上北市文化局建成140周年专区，一同参与见证难得的历史时刻。记者林启慧台北报道。就在路中间有一棵参天大树斜着生长，树冠蔓延过整个街道。位在鼓山区鼓岩街与延平街交叉口的这棵大叶懒人，是当地居民从小看到大的老树。应该是有到7、80栋啊，应该是有安尼啊，应该是有安尼。你看樟树啊，看偌久啊，佮大甲你啊看迄块树头嘛，足大个啊。我即马75岁，久啊，上届无嘛。那照我记忆的当中，我细汉应该就有啊。即款树啊吼，一般吼人袂伫即个环境吼，袂去在意讲吼，伊安怎发啦，拢自由生长的啦，即个无安怎发啦。我看经过偌济风台来，就拢无改掉。即摆是这个绿色的嘛，伊到秋天的时阵，伊就慢慢啊转啊，转到冬天的时阵，伊会转红啊，会落叶啊。
老树推估树龄已有7、80年，是高雄市农业局列管老树。由于越长越歪斜，居民怕因台风侵袭而倒塌。几年前曾举办过会勘，最后鉴定为安全，得以原地保存。歪伊倒来啦，啊，怎就是人会惊会倒落啊？即摆人来鉴定了，伊讲这无问题。嘿，毋较当无用，无用那109年那农业局，开来用来钉迄块牌啊起来。伊拄树啊，迄间个咧卖药，迄个算药房个一兰洞迄，伊迄阵啊有反映讲无爱用。老树长在路中间，还一半歪斜，不管是开车的、骑摩托车的，都得闪避变换车道，让人质疑是否会引发车祸。居民表示，过去不会因老树而产生车祸，现在哈马星人口逐渐减少，就更不会了。骑车拢嘛难免嘛，有当时啊就乌多摆红乌多摆嘛，啊有当时啊就遮乌多摆，嘿啦，啊是拢可能拢，诶，嘛毋是为着树啊。迄是大家骑车的速度的关系啦，毋是要去撞树啊。越过双黄线，这哈马星吼，即摆人口较早就无影响啊，即摆哪会影响到？在地文史团体与部分居民都相当珍惜老树，期望树木在地保存，为来来往往的路人继续遮风挡雨。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